今天咱们要聊的这位主角，想必屏幕前的你们已经等得心痒痒了。没错，就是那位被大家調侃為年經博主的肖戰。就在最近，肖戰終於大發慈悲更新了他的社交媒體動態，這對於粉絲們來說，簡直比過年還熱鬧。說實話，肖戰平時在社交平台上真的非常低調，一年到頭也就更新那麼幾次，而且大家發現沒，他更新的頻率幾乎都集中在參加米蘭時裝週的這幾天。這也難怪，畢竟作為兩大頂級品牌的全球代言人，他在米蘭的一舉一動都牽動着全球媒體和粉絲的目光。這次肖戰落地米蘭的時間是當地時間的上午，按照以往的行程推算，他這一整天肯定沒閒着，白天要忙着品牌見面，仲要進行高強度的試裝和流程確認，基本上就是連軸轉的狀態。可就在大家都以為他會累得倒頭就睡的時候，等到夜色更臨，他終於有了點屬於自己的私人時間。就在這個時候，他悄悄溜達出去，在米蘭的夜色中給大家拍了一組非常有質感的照片，感覺就像是跨越萬里給大家寄來的明信片。這組照片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太鬆弛了。你們看，這完全不是那種為了完成任務而拍攝的大片式影意，而是一種非常生活化的記錄。佢在陽台上隨手拍拍風景，手裏甚至還啃着一個蘋果，那個狀態輕鬆的就像是在當地度假一樣。更讓粉絲們感到暖心的是，他喺照片裏特意分享了品牌方托特斯送給他的花束，這種細節裏的儀式感，真的能讓人感受到品牌對他那種刻在骨子裏的寵愛。而且今年嘅米蘭天氣似乎挺給力，看起來不算太冷，肖戰穿的也不算厚重，整個人在鏡頭裏顯得特別舒展。嗰種剛忙完一整天，在夜色更臨後，終於能喘口氣，享受片刻寧靜嘅感覺，被他拍得特別真實，也特別打動人。難怪粉絲們都開玩笑，肖戰簡直就是端水大師。為什麼這麼說呢？你們看他昨天的機場路途，那真是一身孤氣，氣場全開，簡直就是大殺四方的霸總回歸。而到了今天，佢又完美切換到了托特斯的獨家氛圍感，兩個頂級品牌在他身上都達到了完美的照顧。這種平衡感和駕馭能力，在內娛真的是非常稀缺的存在。說到肖戰的影響力，那真的不僅僅是在時尚圈。咱們前兩天剛聊到，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老牌實力派演員馬海倫公開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在追肖戰的新劇《長海傳》。就在今天，這位老戲骨又轉發了粉絲誇獎肖戰是很難的內容，很多人都感嘆說，看完肖戰塑造的角色之後，被他圈粉簡直是太正常不過的事情了。肖戰能夠站在流量巔峰這麼多年，本質上還是因為他有扎實的作品作為支撐，能夠持續不斷地吸引新的觀眾。咱們再來說說這次品牌方給肖戰安排的待遇，那真的是讓人看直了眼。今年古馳和托特斯又一次在米蘭為肖戰準備了位於市中心的高級套房，這間套房嘅位置絕佳，站在陽台上就能直接俯瞰宏偉的米蘭大教堂。它是那種複式結構，自帶超大的景觀陽台。肖戰昨晚那組驚豔全網的照片，就是在那個陽台上拍的。更厲害嘅是，這間套房還配備了私人電梯，這意味着私密性和安保規格都達到了最高等級。後來有細心嘅網友通過照片細緻扒了出來，肖戰入住的竟然是米蘭排名第一的酒店，也就是四季酒店的頂層露台套房。據了解，呢種房間一晚的費用大約是2萬歐元左右，只算成人民幣大概要16萬。頂層自帶花園露台，還有專屬電梯直接抵達，這幾乎就是王子級別的待遇配置了。其實說起來，因為肖戰在國際舞台上經常享受這種頂級待遇，大家似乎都已經有點習慣了。但如果你把它放喺整個內地娛樂圈的範圍來看，這其實是非常罕見的規格。這幾天也有其他一些國內藝人陸續前往米蘭看肖，但只有仔細對比一下，就能發現其中的差距非常明顯。有啲藝人出發時嘅造型，甚至都冇得到品牌嘅認領，到了當地也冇專門的品牌團隊對接之帶。有的人在當地逛店，就像普通遊客一樣，甚至連基本的閉店服務都沒有享受到。再看肖戰這邊，在出發前，品牌方的全球4周媒體就開始了大規模的預約。重點全部放在他一個人身上。新一個週期的首波傳播核心就是他。落地機場後，品牌安排的專業安保團隊早就提前在那裡等候了。酒店是頂級的，衣服也早就提前送到酒店供他挑選。這世界說明的不僅僅是排場，更是品牌對他國際地位的高度認可。很多時候，我們看明星可能只顧着看那張臉，但說實話，
在國際舞台上的時尚地位也確實值得我們反覆去強調。古馳官宣肖戰絕食大壽嘅個 T 字，閱讀量輕輕鬆鬆就突破了100萬，點讚更是直接過萬。對比同場其他嘉賓的數據，那差距真的不是一星半點。而且品牌方在安排上非常用心，連續3年時間裏，每年都為他換一家不同的超高級酒店。其實對於品牌嚟說，固定在同一家酒店肯定更省心省力，但透密堅持每年換新環境，這種做法更像是為了給一位極其重要的客人帶來新鮮感，是在認真的招待貴賓，而不是走個過場。甚至有人調侃過一句話，說品牌的首席執行官可能會換人，但國際巨星肖戰在品牌心中的位置肯定不會換。奢侈品牌舉出的是最高規格嘅禮遇，即便你把它放到國際藝人的範圍裏去比較，這種牌面也是非常少見的。在某種程度上，肖戰嘅出現確實改變了內地藝人在國際時尚場合嘅待遇邏輯。過去很多時候，在國際大秀上，外籍藝人往往還是優先考慮的對象，國內藝人被壓一頭，似乎成了常態。但當一個人能夠持續證明自己強大嘅市場號召力和全球影響力之後，嗰啲潛規則自然而然就會被重新蘇寫。這次肖戰落地米蘭，還未定正式去喺秀呢，佢就直接登上了當地社交平台嘅高位話題。古馳界外網嘅各個平台首發的是他，國內微博的預約置頂也是他，其他嘉賓並沒有這種同等的待遇。這種唯一首發的傳播策略，本身就代表了品牌的一種絕對態度。肖戰在機場的那組路透，就在人群中簡直就像是在走抽模態，剛一落地，話題熱度就衝到了最高位。這種在海外的高熱度，並不是一種短期現象，而是他連續4年時間積累出來的結果。肖戰嘅國際影響力，現在已經不需要局限在和國內藝人做比較了，他已經進入了全球頂級品牌體系嘅候新舒適當中，連續4年都以雙頂奢代言人嘅身份出席米蘭大秀。呢種穩定且高規格嘅輸出，就是時間驗證後的結果。在奢侈品牌的邏輯裏，一個能為品牌帶來全球性聲量，並且能精準連接中國市場的人，本身就係最稀缺的核心資源。說真的，看這一次肖戰的米蘭之行，完全就是那種國際巨星出街的真實寫照。你看他戴着帽子、墨鏡和口罩，全套裝備護得嚴嚴實實，可即便如此，那種自帶的氣場根本就遮不住，佢不需要刻意去展示乜嘢。只係簡單地走幾步路就帶風，姿態裏自帶着光芒。只要係他出現的地方，周圍的空氣仿佛都會自動切換成秀場模式。尤其是那條馬船扣腰帶往腰上一繫，整個人身材比例瞬間就被拉慢了。這種挺拔的身姿係修長的腿部線條，配合上利落的步伐，畫面感強度就像是現場的自拍大片。佢身上穿的那件黑色古馳經典暗紋大衣，雖然低調，但極具質感。就喺人群中，仿佛自帶追光燈效果。現在已經有很多粉絲在網上分享說，已經有手了肖戰的出行同款，他所過之處，目光會自動追隨着佢。屏幕前嘅粉絲們看得驚呼連連，而在現場親眼見到佢的人，估計直接被帥到失語了。對於肖戰現在的狀態，說一句絕代風華真的不算過分。佢俾人的感覺就像光一樣存在，不係嗰種刺眼的讓人不舒服的長光，而是那種溫度和亮度都剛剛好的光芒。佢既似夏日嘅驕陽，又似春日嘅暖風，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存在感，但你不會覺得有壓迫感，只會覺得眼前一亮。有人說肖戰在帶來驚喜的同時，也給人一種非常穩定的信任感，那種只有看見他就會覺得很安心的氣質，在娛樂圈裏真的很少見。從2019年到2026年嘅今天，整整8年的時間。如果我們去回顧一下在古馳這個品牌裏的成長軌跡，就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娛樂圈裏的很多人隨着時間的推移，外貌和氣質都會發生很明顯變的變化，但肖戰給人的觀感反而變得越來越清透了。這種狀態真的不是靠後期濾鏡能收出來的，而是一種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氣質變化。正所謂心靜自然涼，心思乾淨的人，面相自然就會變得通透。當你心無雜念地專注於自己嘅事業時，你嘅氣質就會變得非常穩定。肖戰這種長期高度自律的生活方式，讓他的體態和神態都變得非常輕盈。雖然年歲在增長，但他的輪廓反而變得更加精緻了，氣質就像初雪一樣乾淨。這種乾淨並不是那種不經世事的稚嫩，而是一種在經歷過風霜之後依然保持的清澈。這次出發去米蘭的照片，肖戰似乎換了新的攝影師，呈現方式變得更加克制，
也更加真實，沒有了過度嘅後期消逝，反而讓人感受到了更長嘅生命力。好多人都在感嘆，覺得肖戰是不是越活越年輕了？其實這都是他長期進行狀態管理的結果，既不係某一天突然發生嘅改變，而是多年如一日的自律所累積出來的穩定輸出。也正是因為這樣，肖戰顏值的接受度非常廣，不管是某個年齡層嘅人，也不管是某個地域的人，審美差異再大，也很少有人會去否認他長相上的那種合適度。真正能夠成為世界通用型的臉，往往靠的不是誇張的五官，而是恰到好處的比例、穩定的氣質，以及感染力的情緒表達。當然啦，除了佢在外在狀態上嘅驚豔表現，最近另一件被大家頻繁討論的事情，就是肖戰在維權方面的果斷態度。呢些年來，唯有在他身上嘅網絡侵權事件，其實並不少見，而肖戰團隊嘅處理方式一直都非常明確，那就是堅決走法律程序。佢哋會在全平台進行取證，並且進行持續嘅追責。無論是在社交平台發布不實內容，還是在短視頻平台進行惡意傳播，或者是通過其他渠道擴散謠言，只要涉及侵權，都會被納入證據鏈。以前有啲黑粉可能覺得肖戰睇數佢哋一致哈哈好，所以經常表現得不理不睬。但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法院判決之後仍然絕不履行義務，那法律後果係非常嚴重的。有專業嘅律師批判過，這類行為可能會導致相關責任人被列入私信被知情人名單，也就是我們常說的老賴名單。一旦進入呢個名單，就會被限制高消費，這意味着你不能坐高鐵的一等座，不能坐飛機，甚至在貸款、子女教育以及未來的就業方面都會受到極大的限制。網絡空間從來都唔係法外之地，維權也不是一種單純的情緒發洩，而係一種制度性嘅維護。肖戰在這方面從來不會手軟。對於嗰啲屢教不改、惡意造謠的人嚟說，未來一旦被列私信名單，真的是後悔都來不及。尤其是嗰啲攻擊肖戰容貌、刻意批圖造謠佢過去長相嘅行為，大家千萬不要相信。其實在肖戰還是個素人，在學校讀書的時候，他的人氣就已經非常高了。他的同學經常會把他的照片推去參加校草評選。如果他長得不好看，在校園裏怎麼可能會有這麼多關於他外貌的討論呢？而且肖戰在大學畢業之後，依然得到老師的極力推薦去參加選秀，這就是對他外貌和人品的雙重認可。當好多媒體去打聽佢過去的情況時，佢的老同學和老同事們反而都會主動出嚟為佢澄清，說他一直就是一個非常溫和有禮貌的人，甚至還有人記錄過係在暴雨中主動抱起流浪狗去躲雨的經歷。這種素人時期的細節最能體現一個人的底實。呢啲零散的片段拼湊在一起，就形成一個非常清晰嘅輪廓，那就是他擁有長期且穩定嘅人格魅力。一個人可以靠包裝維持一時的形象，但好難維持好多年而不露怯。如果不同階段、不同關係嘅人給出嘅評價方向都是一致的，那基本就能說明這個人的行為模式是長期穩定的。所以你會發現，肖戰身上好多被反覆強調嘅關鍵詞，其實聽起來都很簡單，比如自律，比如穩定，比如克制，再比如認真。但要把呢啲簡單嘅詞彙貫徹到每一天嘅生活和工作當中，尤其是身處在這個浮躁的娛樂圈裏，那是需要極強的毅力和心理素質的。當呢啲優秀的品質再加上他的外形優勢和極強的職業責成力，就形成了現在我們看到的這個非常完整的、幾乎無可挑剔的公眾形象。對於肖戰嚟說，米蘭街頭嘅那些繁華風光，也許只是他漫長演藝生涯中嘅一段普通行程。時裝周上嘅聚光燈雖然有限，但也只是一個短暫的時間指點。肖戰真正能讓大家持續關注、持續喜歡的，從來都不係某一次驚豔的亮相，而係他這種多年如一日的像磐石一樣穩定的狀態。呢種穩定性才是巨星真正嘅底蘊來源，也是他能夠在瞬息萬變的娛樂圈裏始終穩坐定理位置的核心競爭力。每次看到還在國際舞台上自信從容的樣子，我們都會由衷地感到驕傲，因為他代表的不單單是他自己，更是一種中國藝人走向世界的全新姿態。好了，今天關於肖戰的米蘭之行和他的成長故事就先跟大家聊到這裡。你們看完他在陽台上吃蘋果的那組照片，最直觀的感受是什麼呢？是不是也被那種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鬆弛感給治癒了？或者是對他那種雷厲風行的維權手段表示支持？
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們的看法，我們一起來討論。如果你也喜歡修讚，記得給這期視頻點個讚，轉發給更多的小伙伴。還沒關注的朋友，一定要點個關注，開啟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關於修讚的每一條精彩資訊了。感謝大家的陪伴，我們下期視頻再見。